回歸15週年，灣仔金紫荊廣場朝早有升旗儀式。新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率領新政府官員齊齊出席升旗儀式。除此之外，兩名前特首董建華同曾蔭權伉儷都有出席。政府飛行服務隊嘅直升機掛住國旗同區旗喺空中飄揚。喺海上，消防船射水致敬。另外有掛上國旗區旗嘅船隊喺海上巡航。現場有過百名市民觀看升旗儀式。喺升旗儀式進行期間，支聯會成員計劃遊行到金紫荊廣場，要求平反六四同為失明民運人士李旺陽申冤。幾時同政府答應個示威區，一定要運我哋入中環廣場示威，我哋唔會接受，我哋覺得我哋有權示威。佢哋去到英軍中心附近，被警方阻止，要求佢哋返去示威區。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不滿，認為示威嘅自由被剝削。咁我哋覺得警方嘅理由話呢度係所謂安保區，係唔俾我哋喺度示威咧。我哋覺得係即係令到香港而家真係好痛心一樣嘢。而家香港係變咗，用保安理由嚟咁樣係即係阻止我哋係嘅表達咧。咁我覺得香港自由已死。平反六四，平反六四，還政於民。另外，社民連一批示威者抬住道具棺材示威。佢哋都打算遊行到金紫荊廣場，但同樣被警方阻止。香港共政權接班。野灣仔嘅示威區，人民力量有大約幾十人集會，要求守護香港價值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